長夠長咧有着數，但係咧手長夠長嘅細啲亞洲人咧，可能唔係咁靈活。因為跆拳道好講個反應同埋靈活㗎嚇。咁亦都可以同大家講翻啦，其實呢一個項目咧就有8個級別嘅，即係會產生8面金牌嘅。係啊，男子方面咧就有4個級別啦，女子方面有4個級別嘅。咁亦都有好多運動員參與喎，一共有124位運動員嚟自5個唔同嘅國家。咁啊，其實跆拳道咧一般練嘅時候咧都分即係唔同嘅段數啊，同空手道、柔道都類似㗎。最高段數去到9段。好啦，另一個回合，第2回合開始啦。你見到咧就有陣時咧就係趁對方攻擊完之後咧就乘勢咧就上前攻擊㗎，踢到背嗰度咧就冇分數啊！哎呀，呢下咧就爭少少啊，俾對方咧隔咗，但係都攞到分啦。你見到咧紅角嗰邊一個側踢上去嘅時候咧就攞到分，雖然隻手擋但係都係埋到個身又攞分啦。而家中華台呢個運動員咧攞到2分好靈活啊，見到咁陳思欣你見到佢咧就好精踢完之後咧即刻轉個身避㗎。咁跆拳道一定咧就運動員咧其實要好冷靜嘅，喺咁激烈嘅比賽入邊咧頭腦要好清醒、好冷靜，先可以咧就係把握到機會㗎。同埋好多咧就有一啲虛假嘅動作。其實呢個運動嚟講同劍擊係好類似嘅，劍擊咧都好多係類似呢啲咁嘅動作同埋其實個比賽個場都好大喎。係啊。任佢哋走喎，係咪啊？係啊，個場入邊嘅中間嘅地方咧就8米乘8米㗎。好啦，睇翻呢個。冇事啊，旁邊爭啲咧就俾佢防守嘅時候咧隻手咧勾住隻腳咁啊見到陳思欣咧呢個時間其實領先2分可以咧就即係冷靜翻少少見到咧就拉巴達咧就經常咧就會轉一轉個裝勢哎呀呢個中啦見到側踢，但係咧就係陳思欣亦都係還以顏色，亦都係踢中咗對方一腳㗎。咁跆拳道咧就最有效，經常攞到分咧都係側踢見到陳思欣好多支持者喎。係啊。今次嚟講真係金牌咧就好有機會啊！好啦，第2回合領先到5比3仍然係領先2分陳思欣咧就你話25歲咁，但係咧練咗跆拳咧都係一段好長嘅時間。慢鏡睇翻下啦，呢個入嘅時候啦，好靚入得。其實個時間好短㗎咋機會咧就一有空位嘅機會咧就好快嘅把握。其實呢一個賽事會好快完喎，即係佢3個回合啫嘛。每回合2分鐘，中間休息1分鐘即係比起例如一場籃球其實係短好多。係啊，但係佢要求嗰本身嗰個技術方面都係真係好高嘅。都係好似100米咁樣啦。係啊，好短時間10秒之內，但係即係練一世係啊，其實跆拳道嚟講咧喺格鬥上邊咧個腿嘅即係得分或者係腿嘅攻擊力好強㗎，同埋佢哋好直接㗎。咁暫時嚟講咧，就雙方都比較少係用高踢踢頭都係好有效咧，就係踢軀幹。好啦，如果能夠咧就陳思欣保持優勢嘅話咧，就有贏㗎啦。盡量咧就係俾對方追翻，但係佢好彩咧反擊嘅時候咧都可以攞翻分呢個時間咧有優勢啦，對方攞分嘅時候佢都攞到分避得好好咁你見到跆拳道咧個腿部嘅移動咧，仲同拳擊嘅腿部移動好類似嘅。周不時都會轉換個方向有陣時咧就運動員喺轉換方向當中咧已經可以做一個突擊㗎啦。咁其實咧就拉巴達古巴呢個運動員要把握機會啦因為時間一路過去嘅話咧，佢再唔搶到分嘅話咧就輸㗎啦。係啊，其實我喺度諗緊咧，拉巴達而家係咪即係諗住時間越嚟越逼緊佢就開始去搶攻，但係咧就個位比較多啲可能會比中華台北嘅選手咧會有得分。係啊，相信咧陳思欣咧都盡量咧就係用翻一個方法咧，就係把握機會當中咧就係唔好即係咁唔需要咁主動，係啦冇錯，唔需要咁主動去而家你要睇翻個情況咧，就等對方嚟，然之後等機會一個還擊。就45秒呢個回合。如果陳思欣贏咗嘅話咧，就係歷史性咧為中華台北啦攞到奧運首面金牌
警告啊！喺逃避當中咧，就要留意一下咧，就唔可以咧就背住對手㗎。時間到啦，係啦，還擊。好啦，捱住啦，20秒咋啦，20秒咋。一攬埋咗就一定要分開㗎啦。咁啊，跆拳道嚟講，一定要係唔可以抱啊，唔可以咧就拉啊、推啊咁樣㗎。古巴選手而家好主動。好啦，時間啦，捱多2秒。好，我哋又見證到歷史性嘅一刻。恭喜晒，恭喜晒中華台北。吳思恩。點都係屬於我哋龍的傳人啊！冇錯，所以咧呢個金牌嚟講咧都係值得恭喜啊！恭喜！哇！真係呢面金牌咧，中華台北等咗好多年啊！記得楊傳國個年代嘅時候，其實好有機會喺10項咧攞呢個金牌嘅，咁啊等到而家啦，感動嘅呢個傳聞啊！1分鐘前咧就係打得非常之有力啊，1分鐘之後咧就即刻好溫柔啊！呢一個感覺係啊，咁都好㗎，因為女子方面咧，如果佢首先佢贏咗嘅話咧，對於佢隊友咧朱木炎咧陣間喺另一場決賽入邊咧起碼都起到一個係鼓勵、鼓舞作用。亦都可以證明到咧，其實我哋華人咧，無論去到咩地方，代表邊個國家、邊個地區都好咧，都好有實力啊！係啊，始終都係我都係龍的傳人，大家真係都開心啊！見到佢攞呢件金牌，你睇下嗱。真係好有美態。佢起腳嘅時候幅度好大啊！佢分你見到攞個幅度好大，同埋咧嗰個速度好快啊！呢個跆拳道係最緊要呢一樣嘢。同埋咧，你一定唔可以猶豫啊！一決定咗一個破綻嘅入去嘅時候咧，就速度一定要快。拳拳到肉啊！真係好精彩。我覺得其實咧譬如睇拳擊啦，同睇呢一個跆拳道咧，有唔同嘅美態嘅喎。嗯。陳思恩好瀟灑啊！我覺得。